大乡村啊，这个火龙果即马正咧大出，南投民间的农民把这个火龙果做成健康佮天然的水果干，讲真好食哦。民间乡今年火龙果的收成真好，以平均达斤40到50块的价格伫市场销售，和其他水果相比，利润算袂歹。但是就是有一些裂果啊，我们农民都是比较就是舍不得把那些裂果都丢掉啊，所以我就把它做成果干，然后我觉得做成果干的效果也不错。随着农业进步，一年四季拢会当食到火龙果，唔那大粒嘛真够食。品种的改良以及栽培技术，还有产期的调节都已经很纯熟哈，那果品的品质也都提升了。目前市面上消费者对火龙果的接受度真高，不管直接食或者是变做果子干，对消费者来讲拢是真好的选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